家好，我係彭晴啊，好多謝大家咧有收睇我上一次咧第一次出嘅越動越健康嘅嗰條片啦。上一次咧就講咧話要增肌嘅話咧，舉到好重咧就唔係唯一嘅方法，因為咧裏邊嘅一個關於肌肉研究嘅結果咧就發現咧，其實咧如果你舉得輕但係次數係多，咁啊舉得好重嘅次數少，出到嚟嘅結果嗰個肌肉增加量咧，其實咧就係一樣嘅。咁啊，因為咧，我哋嘅肌肉咧係唔知道咧，到底你係舉鐵啦，抑或係托米嘅。佢只係知道啊，係啊，我嘅肌肉咧受咗刺激啊咁樣，所以咧個肌肉咧就增加啦。咁又有個網友咧就俾咗意見我，佢話呢個重點咧就話唔係次數多少喎。如果你要增肌嘅話咧，次數嘅重點咧就應該咧做到力竭筋疲，即係咧係做到咩咧？做到哎呀，我就嚟舉唔喐啦。咁你嘅肌肉咧先至會係生長嘅，姿勢一定要做得啱。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受傷，甚至乎係練錯咗你想練肌肉嘅部分。佢係講得啱嘅，因為咧作為一個新手嘅話咧，其實徒手訓練用嘅 body weight 咧係一個好嘅開始。但係如果你係想繼續練落去嘅話咧，呢一個可能會成為你嘅局限，所以你一定要咧用一個漸進式嘅訓練，做多啲次數同埋做重啲先至係啱嘅。的而且確好多人都認為咧，真係要做到力竭啊！即係話咧，我做到嗰下，我做唔到為止啦，咁先至係增肌嘅王道。不過原來咧，科學發現咧，呢個亦都唔係唯一嘅方法嚟嘅。呢個咧嚟自2022年3月 Journal of Sports and Health Science 嘅一個研究，分析咗咧15個唔同嘅研究啦，比較咗咧練到力竭同埋唔練到力竭嘅訓練效果，結果就係練到力竭同埋冇練到力竭喺增加肌肉量同埋力量方面咧係冇顯著嘅分別，即係話你唔需要每一組咧都做到完全做唔到，肌肉完全冇力，一樣可以有效增肌同埋增強力量。研究人員咧仲深入分析咗好多不同嘅因素。首先咧，佢哋睇咗訓練者嘅程度，無論係新手抑或係有經驗嘅訓練者，結果都係一樣。第二，佢哋分析咗上下半身嘅訓練，結果都係一致。第三，無論係多關節嘅運動，譬如好似深蹲啦、臥推啊，抑或係單關節嘅運動，好似二頭肌嘅彎舉，結果都係相同。不過每一個研究都有限制性嘅，雖然呢個結果喺唔同嘅身體部位、運動選擇或者研究方法嘅分組分析咧都保持一致，但係如果訓練嘅總量係冇控制住，肌力提升咧就會傾向用不竭力嘅方式咧比較好，而有抗阻訓練經驗嘅人咧就用力竭訓練喺肌肉增大方面咧有更好嘅優勢。未來仲需要有更多針對年長同埋高度訓練者嘅研究，先至可以令到結果更加全面，同埋適用於各種不同嘅人。好啦，到底乜嘢叫做力竭 （lifting to failure） 或者 training to failure 咧？佢有3個層次嘅。第一個層次就係技術性嘅力竭 （technical failure）， 意思即係話，我舉到變晒形，姿勢做到唔啱，呢個就係 technical failure。第二個就係肌肉性嘅力竭 muscular failure， 即係舉到舉到肌肉完全罷晒工，舉到真係舉唔到。第三就係神經性嘅力竭 neuron failure， 即係話唔得啦，我太攰啦，我乜嘢都唔想做啊，我舉咩都唔得啦。Lehman College 嘅 Brett Schrodenfield 教授咧就話啦，你唔需要每一次咧都練到力竭嘅，不過你要記住，每一次嘅訓練咧都要投入高嘅強度，因為咧肌肉嘅生長咧就係刺激、修復、變強喺呢個循環當中，而休息咧都係訓練嘅一部分嚟嘅。咁點樣練啊先至係啱啱好咧？英國 Kent 嘅教練 Elizabeth Davis 咧就話啦，作為新手咧，徒手咁樣去練習咧，即係用自己嘅 body weight 咧係啱嘅。跟住咧，慢慢你做啱咗姿勢咧，先至加個重量落去。嗱，記住啦，做啱咗姿勢之後，加咗重量咧，你就可以試下 reps in reserve 呢個方法啦。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好啦，當你做呢啲動作嘅時候咧，你做到覺得自己好似剩翻咧2至3下咁樣咧，呢一個強度呢一個重量咧，對你嚟講咧咁就完美啦。
而呢一個方法啦，可以根據翻你當日嘅狀況啦，譬如你夠唔夠瞓啊，係咪好大壓力啊，甚至咧係咪生理週期啊等等而調節，唔好一定要硬生生去規定啊，唔得啦，我嗰日一定要舉某一個重量先得，如果唔係咧，我嘅肌肉咧就唔可以生長啊咁，因為適度嘅挑戰先至係長久之道啊。Bob Schroden 嘅研究咧就話啦，其實咧當我哋咧變得強大嘅時候咧，我哋反而咧停喺力竭之前嘅2至3下咧，可以促進我哋嘅肌肉咧變得肥大嘅喎。而 David Frost 咧佢亦都話：偶爾咧練到力竭咧係冇問題嘅，不過咧唔使次次搞到自己好似好痛苦咁噶嘛。而 Elizabeth Davis 咧，佢就鼓勵啲女學員就話啦，係啦，偶爾咧做到力竭，當成一種挑戰咧係冇問題嘅。尤其是咧好似做 bicep 啦呢啲嘅動作，咁咧有時我哋全力以赴係 OK 嘅。不過要記住，健身應該係長期嘅累積，而唔係只係一次性嘅爆發啊！No pain, no gain 係啱，不過亦都唔需要太迷信。最健康同埋最聰明嘅做法，就係每一次嘅練習都比上一次更加好、更加強。正如好似 David Frost 教授所講啊，力量咧唔係逼出嚟嘅，力量係練出嚟、係養出嚟嘅。希望你中意呢條片啦，健身嘅嘢咧即係博大精深。我自己都唔係做咗好多年，所以有啲咩地方做得唔好嘅話咧，希望大家多多見諒，亦都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指正、多多賜教啊！你有冇做 weight training 啊？你做 weight training 嘅目的咧，到底係啲乜嘢咧？留言話俾我聽啊！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彭程的健康生活頻道。下次見，拜拜。